是。那么八事呢，皆名心意识。那么以八事熏习而成，故而分别这个三种。那么释迦牟尼佛讲，心则记忆，就是忌讳因缘忌讳。然后意则意义，就是我们有经过，我们有学过，我们知道，那个意为意。那么事则现之意，显现让我们知道，这个呢都是因缘际会的。那我们的佛性它不始于因缘，也不始于自然，是超越因缘，超越自然。所以只要落入因缘，落入自然，那个就不是佛性本体，不是佛性本体我们不追求，我们追求呢就是佛性本体。因为佛性本体我们追求到了，才可以成就，可以成佛。那么又云，集起明心，那个集合很多，才叫做心。要有我们六根，要有六尘，集合了，我们才有心，才会知道是什么事。那么思量，明意经过我们思量，那个就叫意。了别就是我们能够分别明示，分别这个什么样的形象，能够了别。那么第八呢，这个阿赖耶识，大部分呢我们了解第八呢那个阿赖耶识它就是呢这个不生不灭跟生灭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本来我们的根本呢就是这个第八阿赖耶识。那阿赖耶识假如说转成阿摩罗识，转成阿摩罗识就是无垢，没有污垢了，无垢识，那就成佛了啦。那我们众生呢，都把阿赖耶识转成第七的末那识。然后前面的那个眼耳鼻舌身意就依赖第七识所以我们了解那个二转一号，二转一个呢转到阿摩罗识，一个呢就是转到那个第七识，转到第七识就变众生，转到阿摩罗识就变佛了所以看到我们怎么转那个第八的阿赖耶识我们呢了解说，这个气候来先做主翁，就是我们死掉的时候阿赖耶是最后一个离开了，然后来投胎的时候阿赖耶是最早来投胎，他最早来投胎呢，就是阿赖耶是来投胎然后死的时候我们这个一口气已经断了，阿赖耶是还在身上，还没有离开。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家属呢，在旁边讲话，在旁边哭呢，他那个一口气不来的那个本人他都知道，那个阿赖耶识都还在。所以呢，我们了解这个明心就是呢集之法种，集了很多的法，起之法，这个心可以起之法。那么第七呢，那个末那，名叫做意，就是呢延长等事因缘以及呢长含长，这个事等，会呢恒审思量。所以只要我们皱起眉头在想事情那个都是在用第七识各位有没有皱起眉头想事情的时候那个就是在用第七识运用我们的第七末那识我想看买那样在想的那个就是第七识。然后第六的意识就是很粗浅的，咱拄到而且知影很够，还有这第六的意识所以第六的就比较浅所以这个第七就是恒审思量为我等乎。那么以六剩下六个眼耳鼻舌身意明示就是认识那个粗浅较浅以六尘之境出动
这个间断了别转故，就是很快呢就转化。那么小生谓这个未来明心，过去明意，现在呢明事种种分别。那我们了解呢，这个大圣里面它只要是因缘际会，就不是真心了。只要是自然，也就不是我们真心。那么文殊菩萨呢，问这个解手菩萨，说心性是一，因何呢见有种种差别？说我们的心性是一，为什么我们见到的都有种种的差别？所谓的往善去恶去这个善去就是三善道，就是天道、人道、阿修罗道；恶去就是三恶道，这个畜生、地狱、恶鬼三个恶道。那么知根满缺，有的呢这个生下来他的六根不齐，有的满有的缺，有的全部呢都具备六根，有的就没有。受身呢这个呢同意这个受身以后有的相同，有的不一样。有的很端正漂亮，有的很丑陋很难看。那么苦乐不同，这个苦跟乐呢不一样。那业不知心心不知业。我们呢接受业的果报不知道心，心呢不知道业。那受呢不知报，报不知受。我们呢这个接受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的那个五蕴五蕴里面有一个受想行识那个受。然后我们接受的时候到了这个因，到了那个因果下来，不知道果报，受呢不知道果报，然后呢受果报的时候不知道是我们怎么造的因，这个呢报不知受，那么心不知受，受不知心这个心也不知道，我们要接受什么样的那个情形，心不知道，受也不知道，所以呢，各个呢都不知。那么因不知言，言不知因，因言呢都互不相知智不知见，见不知智。我们的智慧呢不知道景象，显现的景象呢也不知道智慧。那么心性是一为心之性，是如来藏，那么呢，右心即性是呢自性的清净心。那么妄心之性无性之性是空如来藏。真心之性呢实性之性呢是不空如来藏，皆呢平等无二不隐于也。所以呢，这个文殊菩萨呢问这个解手，说心性之一呢，为什么我们见会有种种的差别？落入完成现象差别这么多，所以那个底下就讲说呢，这个心性之一就是我们心之性，是我们如来藏，含藏。我们呢本身就是如来，所以这个如来不是在讲释迦牟尼佛，是在讲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就是如来。那我们呢那个现分之中含藏万象万事都含藏在我们现分之中，因为呢这个心即性，就是呢自性清净心，是不空如来藏，皆平等无二，不隐一也，心性之一都是平等。所以我们要了解有空如来藏，有不空如来藏，有空不空如来藏，有三个。这个空如来藏就是真谛，不空如来藏就是熟谛，还俗的熟谛。空不空如来藏就是中谛，就是呢我们要了解我们追求的那个中道。那么云何见有种种差别？这个呢在解说呢为什么见会有种种差别？因为呢心性既然是一，那么云何而有五趣知根总别施报？
为什么会有天道、人道、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为什么他们的果报都不一样？所以呢就讲种种差别。这个呢去善就是人天，去恶呢就是三途，这个畜生、地狱、恶鬼。那么问义呀，那个问的意思呢，说本性是一，我呢这个细推啊，现象的事情啊，各不相知。那么既有种种呢，各不相知，何言啊不相知？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不相知？因为本性是一，应该呢都要知道。那么既不相知呢，水教呢种种，为什么有人啊把他们分别有这个天道、人道呢、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的不同。若为呢业力啊种种，是我们的业种下来，让我们呢去接受那个不一样的果报。那这样的业不知心，我们造的业那个业不知心。若为心念呢种种不一样，那心呢不知业。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凡尘啊，我们用的那个心意识啊，那个心不是真心，所以呢，他造了业，他不知道以后接受的果报是什么，他不知道。他只会造业不管果报，所以这边呢就告诉我们说，那个标题啊，让我们说不用心意识来修道，因为那个呢都不是我们真心，是呢我们这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呀，这个生发的功能作用，那功能作用我们不要听它的，我们要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样呢，我们才不会造了业又不知道接受什么样的果报。那么一一的观察未知种种之所由，就是不知道呢，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若这个一性呢，随以种种，就是我们一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可以随我们六道轮回，即失呢真谛就丧失那个真谛，就是空如来藏，就已经呢丧失空如来藏。若种种随一性呢，即失熟谛，种种随一性的话，那么就失掉那个不空如来藏，就已经呢熟谛失掉。那么解手菩萨呢，他就回答说呢，知法无作用。亦无有体现落入万法里面，万法都是空万法它没有作用，所以我们凡人呢，都把万法当成是实有，所以又造了业了。那万法呢，它全部都是空它没有体，也没有现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万法皆空。那我们呢，修耳根圆通以后那个空性即是佛性那我们还没有修之前那个空是完空，就不能呢说万法皆空空就是佛性。各位知道差别了吗？知不知道？当我们已经启发了我们把佛性呢都跟空间融成一体，那么这个时候整个空间都是佛性，就叫真空。那我们没有把佛性跟空间合在一起，这个空呢叫顽空。顽空那个小顽童那个顽空那个空就是什么都没有了。那我们已经把佛性启发了跟空间合在一起，空间就有我们佛性在。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很关紧要了我们要进入真的修道轨道就是要了解真理，了解了以后我们把空性能够整个呈现我们的佛性跟整个空间都融成一体，整个空都是佛性非常宽广它是尽虚空遍法界超出太阳系，非常宽广。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回归
到无极，我们呢由万数啊就归一本，归到我们本来，所以呢这个就是要我们努力的。解手菩萨呢，就答，说此法无作用，亦无有体性，是故啊一切呢各个啊不相知，因为没有这个体也没有性，所以他们呢都不知道。譬如河中水啊，这个船流静啊奔逝啊，各个啊不相知。好像呢河中的水，它呢一直啊流到呢大海，那各个的水啊，它都不相知啊。个人呢走个人的，个人行个人的，知法亦如是，观法也都是这样，个人呢都走个人的。那么眼耳鼻舌身，心意，知前根呢，以此啊这个常流转，而无能转者，就是心意识啊都一直在转变，可是呢，没有能够呢那个转者，就是没有当家的了，所以我们要了解都是因缘际会，缘际得生，缘散就灭。像我们的六根呢，面对六尘，然后呢就产生六识。那假如说把六尘都去掉，我们六根没有走对啊，我们的心就不见了。这样了解意思吗？了不了解？所以我们就是要有根尘相对。我们眼睛呢对着形象，然后看出那个形象是什么东西，要有相对了。才能够呢显现出来，心呢才能够显现，所以这个是属于因缘的。那我们的真心不是，它是呢常住，永远都在，真心呢都常住，不是呢要根尘相对才呈现的。那么知法因缘生，所有万法呢都是因缘所产生，各无体用，它全部都没有体，也没有用。所以我们要了解呢，所有的万法形象也是，事情也是都没有体也没有用。果从因生，因有果力啊，所以这个因呢就是有果力，果从因生，都是这样，因果果互相呢对待，无自体，没有自己啊这个本体，依水有流注啊，依真呢。妄根续，这个依于水，然后呢就一直流，这个就没有停止一直流，然后依于真，就是我们有真心可以依赖，所以那个妄才可以延续。假如说没有真可以依赖我们那个妄就不见得，所以依真妄起灭，我们依了不生不灭的真心那个妄才有作用。所以我们了解只要呢，我们知道呢，妄是没有体，知道了以后我们不住相的，就可以回到真。所以我们凡尘都是妄用，妄用依真起，没有真的话，妄就没有用。妄为真所示，这个妄呢被真所这个挟持了，就一点。那心呢是本是，集起意呀，集起，收集很多，然后才呈现。那么意呢通六七，就是呢那个识啊。那我们讲那个第七的末那，有时候呢就讲意根，意识就是第六，意根呢就是第七。那么七位这个省思量，很省思量。那么六呢？六呢位意之事，就是意识了别意就是分明了别。那么前五依色根，就是眼耳鼻舌身，那个前五依照呢这个色根。那么六呢依第七，我们那个意识就是依照呢第七末那的意根。那么七八呢互依七跟八呢互相依赖。那么又第七识为染根染污根，我们呢
这个会造了很这个重的业都是那个地七策划地七呢会厉害所以那个眉头皱起来在想那个想出来呢就很恶毒的那个那个计划所以那个染无根。那么第八呢，右为知根的通一，那个阿赖耶识这个呢前面的知根全部呢都是需要呢阿赖耶识那么以知根知前根呢即是收持我们在讲说知前根就是在讲那个第八的那个阿赖耶识。那么以上呢八字为能守熏能守有能就是指观，然后守呢就是客观能呢就是自己守呢就是对方。能守呢或者做一个比喻说我眼睛能看能看的就是我，那一定有手看，那手看呢就是对方。能守，这样能守知道吗？因为能守把它延伸可以就进入四相能看的就是我相，那手看的就是人相那手看的差别重生非常多，不只有看一个形象，那个很多的形象叫众生相，然后我们连续不断的看叫受者相所以能守就是四相。那我能听，那个能听的就是我相手听的就是人相，那手听又不只有一个声音，非常多呢叫做众生相，那连续不断的听呢叫受者相。所以只要落入能想能守呢就落入四相。这样听懂意思吗？还不懂就是讲得太快吗？只要呢我们能够这个深入其中所以各位呢最好就是能够有像那个MP3或录音带反复的把这一些呢一直听。台北的前贤呢跟或学讲说我们都听了1年多才了解了，他们怎么那么厉害听了几次都知道了。我说他们根基很好不是吗？没有这个呢都是要熏习要一直我们自己反复的在我们的性分之中一直把这一些佛音能够深植其中，这样呢我们才会有那个成佛的果位的时候了。所以很重要一定呢要从这个方向入手，不生不灭的真心然后一直我们都把这个不生不灭的真心呢抱持在心中，时时刻刻呢都以它为主把我们的所有日常行事作恶都听呢我们不生不灭真心指挥。那这样呢我们就不造业了，不造业就不受苦，就已经呢可以解脱了。感谢刘讲师慈悲，基隆刘讲师慈悲。